如果你係想揾一間高層轉角，仲可以睇日落嘅 Brentwood Condo， 依間你真係要留意。21樓嘅西南角2房2個浴室，包 EV 車位加冷氣，而且就3分鐘仲去到 SkyTrain 站。大家好，我係本拿比地產經紀 Lotus Yuen Remax Quest Realty。今日咧就帶大家睇一個咧 Brentwood 地標式嘅建築 Akimbo， 地址係2102-2181 Madison Avenue Burnaby。Akimbo 係由 Amani Development 發展，2023年10月落成，40層高，總共345個單位。佢最大嘅特色就係呢個斜角露台設計，配合現代建築嘅風格，令到呢棟樓咧都好有辨識度。而家我哋一齊入屋睇下個室內空間。一打開門，首先咧就見到係一個幾實用嘅玄關位。呢個位置可以換鞋，亦都可以放一個鞋櫃。喺玄關位嘅左手邊，首先係見到係客用嘅浴室。呢個浴室空間幾寬敞，用咗石英石嘅台面，而且仲有浴缸。再行前少少，左邊係洗衣房，呢度係可以放到全尺寸嘅洗衣機同埋乾衣機。旁邊仲有一個衣櫃，跟住呢，我哋行入去睇睡房。左邊依間係第2睡房，向南，景觀都幾開揚。房間面積唔細，放 Queen Size 床都完全冇問題。做睡房或者家庭嘅辦公室都幾適合。另一個我覺得幾好嘅設計係主人房呢，就係單位嘅另一邊，2間房唔係貼住，私隱度會高啲，對家庭或者有室友嘅買家其實都幾重要。而家嚟到主人房，主人房向西，可以欣賞日落景色，空間同樣可以輕鬆放到 Queen Size 嘅床，自然光線亦都幾舒服。主人房入邊有套房嘅浴室，呢個浴室用咗石英石台面，而且有獨立嘅淋浴，空間感亦都幾闊落。而家我哋行翻出嚟睇客廳同埋廚房，呢一個空間係開放式設計，廚房、飯廳同埋客廳連成一體，整體嘅感覺會比較寬敞。廚房用料其實幾好，配備高端家電品牌 Fisher & Paykel 不鏽鋼電器，包括雪櫃、煤氣爐同埋洗碗碟機。台面空間亦都幾充足，平時放咖啡機、電飯煲或者多士爐都冇問題。微波爐亦都有自己嘅位置，可以騰出更多台面嘅空間。廚房有唔少嘅儲物櫃，對日常收納其實都幾實用。嚟到呢個客廳，呢度先至係主角。西南角嘅優勢就係下午咧光線充足，空間咧會感覺更加開揚。到黃昏嘅時間，你可以望到開揚嘅城市景，更加埋咧日落嘅天空。呢種自然光線咧，真係會令到屋企咧感覺溫暖好多。客廳外邊係露台，露台大約139尺。朝早飲杯咖啡，黃昏睇日落，其實都幾寫意。呢一個單位咧，其實用咗淺色系嘅設計。呢種色調咧，其實好受歡迎，會令整個空間感覺咧更加明亮。地板方面，整個單位鋪咗高質素嘅複合地板，由走廊、客廳到睡房都一致，整體嘅感覺乾淨現代，而且容易打理。大廈設施方面，Akimbo都幾齊全，包括 concierge 禮賓服務、健身室、瑜伽空間。另外，大廈仲設有會議室同埋派對室。戶外方面，大廈有一個天台花園，而且天台花園仲設有小朋友遊樂區。如果屋企有小朋友，平時落嚟玩下，其實都幾方便。呢個單位包括咗一個大嘅 EV 車位同埋一個儲物櫃。幾分鐘嘅步行呢，就嚟到 Amazing Brentwood。超市、咖啡店、餐廳、戲院、銀行，基本上嘅日常需要咧，全部都可以步行解決。有時候住喺呢度咧，你會發覺自己揸車嘅機會咧，其實少咗好多。餐飲選擇都好多元化，包括日式、韓式、西餐、亞洲料理等，仲有一個 food court 提供各式各樣嘅美食。另外，商場入邊亦都有唔少嘅國際品牌零售店，無論購物、食飯或者娛樂，其實都可以喺呢度一次過完成。附近買餸非常方便，步行幾分鐘就可以到 Whole Foods 同埋 Save On Foods。另外 Gilmore Place 仲有一間即將開業嘅 T&T 超市，步行大約5分鐘左右就到。Costco 咧，開車大約只不過6分鐘就到。
學區方面，小學係 Brentwood Park Elementary， 中學係 Alpha Secondary School。BCIT 開車大約5分鐘，如果去 SFU 大約15分鐘車程。所以無論家庭、學生或者投資用途，其實都幾適合。交通方面，行幾分鐘就到Gilmore嘅天車站，基本上喺度未必一定要揸車。除咗 SkyTrain， 其實附近巴士路線都幾多，所以無論去 Downtown SFU、Metrotown 或者 North Vancouver， 其實交通都幾方便。如果講到地理位置方面，其實 Brentwood 喺大溫哥華都算係幾中心。由呢度開車大約25分鐘內，基本上可以去到幾個主要嘅城市，例如 Downtown Vancouver、Metrotown、New Westminster、Coquitlam、Richmond 同埋 North Vancouver。所以無論返工、購物或者去其他城市活動，呢度都係好方便。為咗幫大家更加容易想像生活嘅可能性，我哋準備咗一啲虛擬佈置嘅圖片，展示唔同風格嘅擺設方式。呢啲圖片只供參考，實際情況以現場為準。總結7大優點：第一，21樓西南角單位，開揚城市景同埋日落景觀；第二，2房2浴室，實用戶型，私隱度高；第三，開放式廚房，配備高端品牌電器；第四，客廳採光充足，空間感舒適；第五，Brentwood 地標建築 Akimbo；第六，步行可到 SkyTrain 商場同埋餐廳；第七，冷氣空調加 EV 車位，完善大廈設備。我哋亦都準備咗 Matterport 3D 導覽同埋詳細嘅平面圖，方便你隨時隨地了解呢個單位嘅空間同埋佈局。你覺得住喺 Brentwood 最大嘅優勢係咩？交通方便、商場購物定係餐廳多選擇？歡迎喺下邊留言同我哋分享你嘅諗法。如果你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了解更多嘅資料或者安排私人嘅參觀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我係 Lotus 孫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 我會繼續同大家分享更多 Vancouver 同埋 Burnaby 嘅優質物業。多謝你收睇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